在这首深夜。 是谁唱孤独的滋味？坚强的那又是谁？留下最后的依偎，还有一点疲惫，我觉得无所谓。两人本来都无罪，不是我看不惯谁又伤了谁。深夜。 想的太多，让人感到迷惑，才不自觉中我眼中人群离奇失踪，凡是孤单落空，不剩一个梦。那个是谁留下伤痛？还有夜夜的歌声，苦苦陪你的风。是谁尝孤独的滋味？软弱的那又是谁？留下最后的依偎，还有一点疲惫，我觉得无所谓。两人等来都无罪，只是我看不惯谁又伤了谁。 想的太多，让人感到迷惑，才不自觉中我眼中人群离奇失踪，伴随孤单落空，不剩一个梦。那个是谁留下伤痛？还有夜夜的歌声，苦苦陪你的风。深夜我想的太多，让人感到迷惑，才不自觉中我眼中。 失踪，伴随孤单落空，不剩一个梦。那个是谁留下伤痛？还有夜夜的歌声，苦苦陪你的风。孤独万岁，失恋无罪，谁保证一觉醒来有人陪？不对的心早有预备，还不算太黑。是万岁，失恋无罪。 如果爱流泪3首水，用过去的悲伤换来自由，难道不珍贵？孤独万岁，失恋无罪，谁保证一觉醒来有人陪？我对的心早有预备，还不算太黑。孤独万岁，失恋无罪，还不过爱流泪3首水。 过去悲伤换来自由，难道不珍贵？一个人崩溃，一个人崩溃，一个人崩溃，一个人崩溃。阿力，太厉害了！有吗？有好听吗？ 很好听。哎，你本人怎么那么高？不好意思，有那个高跟鞋。高跟鞋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丽。好，首先我们要恭喜阿丽这次入围金曲奖最佳女歌手。没有，谢谢大家。苏蜜也是。没有。对，我是原住民类的。一样，我也是原住民啊。哎，阿丽也是阿美族的。对，我们是隔几个？2个乡。大概海边的话，大概300公尺就到了。对。很近。心中距离是没有距离的。然后阿令今天本来很忙，他今天应该要在小巨蛋彩排，因为明天要表演。对，因为特地来这边。对，来这边给那个苏蜜加油打气。那也给我们部落的小朋友加油打气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呢，同样是来自海边的小孩，
都是这么的优秀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就是支持我们海边的小孩。然后预告一下，阿令在7月的时候有种下梦，种下梦，对。就是演唱会，谢谢你，请大家支持，也要支持我们署名，对，支持原住民少女创业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让大家知道我的身份，对，少女，原住民少女创，一定要支持她，好不好？对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支持。对，然后我们也是互相鼓励。然后今天阿令可能没办法表演，因为他等一下还要去彩排这样，然后。不好意思，把大家骗过来这里，用他的名字把大家骗过来这里。大家记住，你们的今天演唱会的票，我们一毛钱都不会拿到。他没有，就是这些钱全部会捐给我们部落的小朋友这样。然后也谢谢你们支持这个活动，谢谢。